英国议会4月22日晚间投票通过无约束力决议，继美国、加拿大和荷兰之后，成为又一个宣告承认中国在东突厥山对维吾尔人实行种族灭绝的西方议会。尽管无约束力意味着英国政府无需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但是多数分析认为，这一议会决议将进一步负面影响英中关系，对唐宁街10号的现行对华政策无疑施加了更大的政治压力。主笔起草决议的保守党议员甘尼在议会发言中也批评了政府在维吾尔问题上被联合国和国际法庭的框架约束，并指出中国不可能被送上国际法庭，因此议会必须夺回控制权。议会库莱西说，今天的投票必须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没有人可以否认在东突厥山地区发生的大规模虐待事件。至此，英国与美国、加拿大和荷兰等国一起正式认定北京当局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年度报告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外交方式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拜登政府认定中国当局对维吾尔族穆斯林采取种族灭绝行动，此后抵制北京冬奥的声浪不断。今年初，华府表示，当局无意禁止美国运动员到北京参赛，但美国议员、社运人士建议，在允许美国运动员参赛的同时，美国政府可采取外交抵制的措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最新的报告中建议，有鉴于中方系统、持续和严重的违规行为，华府应该继续以经济与签证方式制裁相关的中国政府机构与官员。针对欧洲取消维多利亚州政府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王文炳周次对此表达强烈反对，再次敦促欧方立即撤销错误决定，改弦更张，停止对中欧关系不负责任的言行，停止对两国正常合作交流无端设限，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回应。王文炳在外交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欧方审查了多项协议，最终决定撤销4项，其中同中方签署的协议就有2项，包括所谓不针对特定国家，这根本站不住脚。欧洲外交部周三表示，欧洲已经取消了2项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署的有关一带一路合作的协议。俄罗斯下令军队从接壤乌克兰边境撤回基地，美国国务院则称将持续相当密切留意当地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留意到俄罗斯的宣布，正密切留意当地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4月22日在记者会上称，我们听到了这个消息，我们认为我们寻求的是行动。据我们所知，它仍是一个宣布，这就是我们将继续十分密切关注的原因。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下令军方下月1日前将军队调返所属的国内永久基地，指已完成对乌克兰接壤南部和西部部队的突击检查。印度单日新增病例激增，创下中国新冠病毒爆发以来印度国内和全世界单日确诊最高纪录。印度卫生部4月22日数字显示，印度过去24小时内新增病例314835例，创下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印度国内和全世界单日确诊最高纪录。同日，印度新冠死亡增加2104例，这也是印度单日新增死亡最高值。印度3月宣布，从不同邦收集的样本中检测到一种新冠病毒双突变变种。病毒学家解释，病毒刺突蛋白关键区域的双重突变可能使病毒更具传染性。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这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单日记录最大数字。